我看这棒球比赛嘛是同款爱来做环保的。中职甲环境部呢，今仔日早起是来签爱棒球小田永续的这个合作备忘录，希望会当鼓励各球团来推动废弃物的减量，看棒球嘛爱来为咱的地球来加油。 手提环保杯啊，和环境部长平启明做伙表演三新舞资源循环大赛的李道辉，新正拄啊结束的中职明星赛球衫，这个球衫是用回收塑胶杆啊、塑胶环保纸做的，呼吁大家拍要求，唔拼输赢，我会加入循环台湾队拼永续。这个球衣是环境报的球衣，对我2天穿了以后，哇，好舒服哦，真的哦。 中职和环境部签署合作备忘录，未来会落实球场粪扫分类制度，推动球具再利用甲资源循环，球队服装纳入循环设计，引进循环的容器制度，全面推动球场责任减碳。会长蔡其昌讲，后一摆领队会议就要讨论绿色球场的奖项，鼓励各球队积极合作。我们过去永续谈，可能就是一个理念。 可是执行上不见得有那么多的人，可是呢，每次的棒球比赛就是很多的球迷，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对象。在下一次的领队会议的时候，我们会将那个评分球场的评分标准，把它详列出来。那透过领队会议让它这个办法通过。那通过之后，明年的球季就是我们开始实施的第一年。 中职六队的吉祥红啊，拢来到环境部，气氛是真快乐。环境部长平启明讲，这帮是全民的运动，是推动绿色行动的上好的出发点。未来嘛会鼓励推动场馆碳盘查甲碳标签的申请，爱野球嘛爱这片土地。后摆球迷唔是干那入场看比赛尔，嘛当做伙加入循环台湾队，做伙来做环保，为地球加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